来发铁店。哦，party， 嗨，大家好。哦，你好。我看这啦。嘿，这样，我是，而且我要提哦，提袂起。我这档当咧，迄实心的哦。这是什么？你提看下。哦，这就当的咧。哦，伊这就是迄啥，人个种豆啊有无？架迄棚子啊，用棚子，啊，这就是迄冻汤的。弄汤。啊，这样，我是金石庄，啊，我唔是炮弹。我不是炮弹，看起来就真炮弹啊！啊你看到这间店，敢若产出咱迄届去宜兰，有影吼，有无？去老店，机会。机会来啊！哦，我跟你讲。阮遮有一个阿伯最厉害，宝可梦阿伯，是，啊伊70几岁啊，啊足侪物件拢看过，我定定考伊袂倒，哦即届甲考一下，好。你个吃了直接。来考试啊，伯来啊！阿伯，这样做什么的？咱就用的，你敢知是啥？这名我是唔知，但是这是一个无法咧动，煮落去，煮了敢若放这个切落开的。算切了开很接近，很接近啊，接近的。啊，这叫啥？四号，细火，伊就是迄底下有无？嘿，底下你也要啊，这你个破这啊，破底啊，有没啦？破掉啊！啊，你送你掉，哦，对，对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哦，这算敢这嘛是咧挂啥一种，这嘛咧挂物件。啊叫啥？名我嘛唔知啦。你名嘛唔知？这嘛敢是创作算挂，这我无用过。啊，这啥物？这是迄山林溪啊吼，一定就拢种个花草草。嘿，啊，伊这就是花草。煮的，这草啊就是咱拄落有啊，伊挂掉。嘿，伊这橡皮弄再甲草包起。这我无用过。挂草的就对啊。对，挂草。你是挂掉，刚才讲。哦，你讲一个。这应该就唔知吧？哦，这你就唔知啊吧？这有名无？高跟鞋，这有名。高跟鞋。这我嘛无用过。无用着。你唔知啊？这就是迄人参刀啊，万年镜的有无？伊就是倒这，然后这倒这边，就伊个人参有啥嘛？哎呦，高的啊！拗落切落，啊伊这边也有挖。哦，这了，啊人参啊这个凹等于对。啊，搁有啥物物件？啊，搁有头壳的无？啊，搁有这。这跳槽咯，跳卡的土墙，枪杆啊菜条啊，无啥共款，你看，这头前无啥共款，你看。啊，我较早是，这我有用过，是枪咧摕起厝哦，乌空落去，枪落。对不对？啊，再菜条。对，一定要种。这阿伯讲的迄吼，伊讲的是土墙。土墙伊是安尼讲。伊嘛是扁扁。哎，阮这边是扁。这嘛是扁。啊，这边是粗的，无啥共款，还较薄。这做土墙这袂使，这款是特殊的啦，就是做啥物？乌竹笋的。哦，甲嵌落去，甲吐起来。乌当笋的，乌当笋。啥物笋啊？啊，佫有分对一款嵌的。有，因为迄当笋较细支啊，春笋较大支，所以春笋伊的喙口会拍较宽。对，第三才有的啊。啊，即马人工具拢是用机器的，啊，你想要佫用手拍？这吼算特殊的产业吼，迄工厂袂去帮你做这。佮拍磨出来。哎，伊应该都用磨啥有的，啊，因为迄伊个接啥较歹做。哦，因为即马即种产品啊，佫有人在做。嘿，啊，就变做讲，另外只第三啊，还佫有迄另外只得啊有咧复兴。你唔讲叫我在拍梯啊？伫阮的迄古厝遐，百年铁店遐，伫打铁箱内底。好，行来。打铁剑肉。这第几代？几代？第四代。四代。哦，头家你好，老头家，啊，少年头家。哦，啊，这是啥？要给你要给什么？什么？爱有法做啦，爱哦，爱玉的刀子哦。对，挂爱玉。挂爱玉哦，挂爱玉。你看，我们都是铁啊包，更加包的。哦，外口这铁啊，啊内底这更的，啊更的咱会来啊。这就是这地拢铁，嘿，哦，啊是甲讲落去，
你龙我龙都结做伙。哦，铁啊落去包工功夫较好，包括日本的武术道，伊嘛是安尼做。哎，飞啊来体验，来，你捌拍过无？无嘛，来，来，这个手定这，哦，啊来大个，来另外拢无落去，较大个咧，啊拢无耳爱着。哎呀，老岁仔人，安尼就做不啦啦。你若像咧烧扒安尼，大个迄个气啊，切水啊落去吼，伊马上就走去。啊，空腔空，对啊，安尼，你就得要甲提这个对啊，，手势足好诶。甲揪出去。哦，你都知影爱洗哦，有人拢唔知影洗，你知影洗？你搞啦，啊，袂啦，讲了，然后我要讲了，因为是啥物？讲了，有病啦。哦，有病就对啊，讲安尼就会使。我算，没有啦，咱讲袂行啦。要电器啊。已经爱个行会。我行会啊，我你哦，啊哇，哦，白阿又个啊，你串啦啦，来，手定咧，啊，讲好准咯，大个，我想，大个咧，人看大要管啊，咱阵来讲，哦，讲好准，烧啊，烧，哦，我要闭开啊，哇，哦，有忝嘞，有够忝嘞，啊，我跑准，啊，我爱大力，哎呀，啊，你有够无啊？我讲啊无三个就忝。安尼敢袂使搁讲啊，已经冷去啊。哎呀，冷去啊，我变形变安尼啦，冷无你文化个烧你老咧，你讲较无稳定，对啊啊，，你就听甲一个，遐甲一个，所以讲，你就是安尼，直直落，无因为我一直出来就歪啊，啊，就是爱出来就白白安尼。不要紧啊，来，哇，搁试看嘛嘿，来，这个给你抓，这个给我抓，哎，好，功夫练出来啊！来，拍手。开始啊，开始啊，出来，要搞出来嘞，我就惊啊，对啊，还惊啥？我就惊，啊，你拢讲无对，你看，啊，哎呀喂，好了，我就惊啦。应该你他们都跑了吧？这伤困难啊吧？这就歹摕，我在摕的时阵啊，你要压三磅啊，压八磅这就烧的，这边倒了进来就烧的，愈摕愈烧。对，因为这时间啊浮真久。啊，你不是叫我讲较大力尔？我讲较大力的时阵，哦，这边手会震的，会麻呢，啊，你就坑了无病。不简单呢。你若有这个功夫，你就你就免惊无饭人食。对啊，迄真爱就厉害，因为即摆咱要买铁的物件，拢家己做的，工夫做的，拢共款的。啊，我真正要想要爱什么物件的时阵，都要有这种功夫。咱来只古迹去上一下。好，来哦，1、2、3。赞。